慈悲，天道理公，君道理公。讲师好。请坐下。这种的宗旨，孔子、孔明主、甲弟子对谈论之后，显示圣人来讲有事的心。嘛使讲透过一章，咱会当了解圣人的心地到底是样，圣人的心地到底是样。哦，所以人讲，你若追随我，然后请来看电影。所以咱大家来做伙，伊要讲话，咱就知影讲伊的心情到底。所以咱平常一定将咱降到上边。哦，所以我时常咧讲啊，64卦各欠卦用后解决。哦，啊，这个欠卦，啊，若分乾卦呢，乾坤的乾呢？乾卦到袂使去到上九，一定到九五，袂使过变。哦，到上九就控量优惠，一定爱用九，若无用九就袂使。哦，到控量优惠费用大减，这个是我飞起你到九了，到上九。咱乾卦呢？哦，对初九。哦，你乾卦呢，用爻用一，好，第三乾卦对乾卦开始地，哦，地必须顶面嘛，吼，啊山下叫地地，哦，第三乾卦用爻解决，64卦敢若乾卦哩，所以咱若经会点讲，迄个谦爱谦分主，咱今仔日咧学到。心爱谦，外表爱谦，毋是干那心谦了，内行就爱谦。哦，所以两项内甲外一定拢谦，内甲外若无拢谦，无啥法子做。哦，讲即个人足礼貌，足毋礼貌是外表。哦，干那看外表袂准，爱看伊内心。哦，讲圣人就甲咱讲，会汉字就甲咱讲。哦，他人认识现利人呢，咱一定要了解。所以伊对三方面讲起啊，他20几岁之后，有凭自我通来过到讲，人不低不有贵分主哦。哦，因为要安怎到安尼，有主就来讲，有主是较早孔武主的工书嘛。啊，以为人的好田，只有凡上食鲜，我凡上只有做人食必须有名。君主有本，本就是高升奥德才之本。啊，孔圣人就来讲，伊讲第三，他人认识现利人。爱讲这物件，这实际上呢，毋通讲名呢，虽然是嘛。你就咁看，圣人甲你答，都甲你连甲足好势。啊，咱袂使是无照咱做，咱一定要转去啊，什么拢倒袂转去。我是用要讲，看这卦讲的，知影出许多卦是相信嘛看看，酿造世间人民是干啥好啊？都有影代志啊！咱看咱死啊，这个去啊！咱阿公阿嬷阿祖，咱咧看袂到，起码看咱老爸老母，啊，看咱厝边那边，啥物？哎，别人安尼，咱敢无？咱敢毋是安？咱拢是安尼。啊，所以来，道具方面、修身方面来尽量。啊，这实义，这招是国言义气。啊，由贵路到万烟到孔子，本前三个战绩。哦，由主路到万烟到孔子，本前三个战绩。啊，可以说是做人是，可以说作是人家修养得平中的三个步骤。咱人家修养，人家修养得平中的三种，
首先看主路，原伊嘛伊亲求女朋友叫白事有项，哦，伊感觉伊的车甲马，哦，也衫裤，这好的衫裤，厚的薄的，较早较贵嘛，厚的薄的，哦，甲朋友较无钱讲家用，甲朋友，哦，用歹无要紧，哦，所以较早我讲叫诗人杜源的讲啊，讲两句话，哦，讲两句话，安得国下千年节，待比天下寒暑尽。这是下载规定，所以伊这讲下载规定，我当才到县里啊。所以呢，主路伊安尼讲，伊要写伊个载，所以是主路顺伊个自己个好用力，爱朋友个气质而行啊，发挥到伊个尽处，所以来成就了一份德行。这种德行当然好，但确实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制就是因为主路的个性变成只能如主，不能不如主啊。哦，伊这是我讲下载，心写不出来，心写不出来，心写不出来。哦，所以无熟悉，经历后日成就出来无熟悉。只有颜面的境界，即是家己啊，即是意超脱一体的气质的限制。颜面的境界叫主路就无熟悉，已经超过了哦，伊家己即个气质的限制，哦，超出了伊即个心外的即个心外，伊感觉即个心哦，爱奉献予世间，心嘛来奉献予世间的这个限制，可惜。伊是32个就违空，哦，伊若是该食亲像孔子食70多岁的吼，真正伊是一个无限量，哦，孔子曾经来学论啊，哦，会啊，我见一见，一见一知，我有看伊咧做，无看伊咧听，啊，你看孔子咧学论伊咧，哦，学论伊好啊。是啥呢？哦，伊好学就是哦，无法先，伊好学是啥？这哦，伊好学差不多好学是啥？哦，对了，啊，好开始讲啊，所以今年伊超出了伊一个人的境界啊，伊达到随机物外定通流这个地步啊，已经达到随机要安怎做伊就我当安怎做，环境无论顺不论逆，伊拢做会出来，伊拢写会出来，哦，伊要讲无法先无时了，伊拢写会出来，所以呢，伊才有法度家己袂自编，咱若家己袂讲伊家己足够。有功劳不能夸耀，功劳伊家己夸耀，因为伊知影，那原不值得交警夸耀代志，哦，因为伊知影讲咱人，哦应该爱做来做啊，迄态度什么人好好，拍人什么人更好，所以已经经营同情到，哦，同情到照顾他人的生命境界，伊不是顾伊家己尔。伊会当做到哦，照顾他人的生命甲人格，全部发生有死了，这是拢照顾迄个起码生命甲人格知影人某平等，知影讲人某是平等的，上天主也是有天命之性，就讲什么人才是神，所以这款的功夫就是主者所为的对象的功夫啊，这款的功夫呢，就是儒家哦圣人的真正对象的功夫，也就是一款不断自我尊重生产，也是咱亲像无听过，伊咱从求道了后进入孔门的孔子的文学文来了后，伊就是上尊重生产的一款的功夫，哦，所以消除思想、自心我慢的功夫。
消除我的思想甲我我慢，伊善良人啊，伊当时伊表演在落啊，所以咱来了解所以咱消除伊的思想，伊我慢的感，我慢消除固然风流的情心，咱来去慢了解。咱我慢若真正消除，控告若真正消除，自大真正消除，咱就当甲兄弟姊妹互相通流，那么这咱人心就当流露出来。咱就要讲，这个捌较济字，这个较毋捌字，这个较好记，就来特别甲宣传，特别甲照顾，后日通啊大发挥，安心。那么这个心无去了后，伊的人生就你的人生愈流落，人愈会较尊重你。那么你的格愈大、愈宽。所以孔子上淡为难言，三观不为人。伊讲伊的境界不迁怒不自过，所指的都是一般人为性、生性的功夫。所以咱来明白，咱到这都讲一句话，咱我人讲。孔子时常学了难言，三观不为人。伊他毋讲4月5月，讲3年，三九八十，就是干夫子交孔子得到道了后，求道了后，是孔子的书文了后，就无机会了。9980了，339980，到天地之公义，自伊出世八来甲伊提供。无伊点毋较学了，学了5个月、10个月，学了3个月，这会惊伊。所以呢，伊又讲伊的又讲伊的境界是不迁怒不自过。这迁怒自过，不迁怒不自过，这个是文学的境地呢？文学讲自由甲自由，伊是大历史就这样讲。一行讲难言民主建设对用对象，言语甲讲财务甲自由，文学自由甲自由，政治甲讲严厉甲规律，所以做官牌是什么样？政治牌是什么样？第一先排第，人生在这世界得现象，这食甲本来都平常，这安全安全不要讲，这食甲本，这是在食饭，这大项，所以为本为法，精明实干。所以咱夫子呢，孔子来学了，伊不迁怒，毋对，不论啥物都毋对，伊无迁怒，伊嘛无过错，嘛无第二遍的过错，毋对，伊袂搁再来。所指的拢是一番内省、生性的工。咱所在讲的这，就是干夫子要安怎生性命的一番内省的工。孔子曰：“道者安己，朋友心之小教安心，是如何的境界？讲这三个，这三个心愿，这是我难去讲，我当去甲估计就对了。这不知，这就不知能内在的行为，成就一举通用完整的人格，而且竟然推广这个人格精神去以庇世界。”不但伊个人成，甚至伊会当将伊即领衫去砍起来，咱人以庇世界，将即领衫去砍起来，咱去祈愿一个理想世界完成。你真正达到大同天下，爱互伊乐者安之，平的心之小者完成。所以去祈求、祈愿一个理想世界完成。
以建构以建个人经验，不污丢情怀。是啊，咱看这孔圣人，而且安是秉性是小家怀情，所以呢，咱会当去甲了解，了解伊孔圣人伊个人的经验甲宇宙情怀能合一啦，也就是讲呢，伊不但有卫生的功夫，伊完成一个青年的圣者。请更有外号的权力，去成为一个复活的王者。当然，在当时孔子的认为，这个力量无得来在现实上透过社会众生的透露到外，伫社会众生的身上，伊经营以一种永恒的理想，去光明。语言的方式表露出来的完全啊，热情安静，朋友是坚定。伊迄个时阵无位、无权、无势，但是伊的心向就是安尼。所以呢，咱来了解，高要大冬天啊，我哋安尼做安尼到活动，咱的心向就是安尼。咱的原则就是安尼，咱就认真去做。我当然达到目标，袂要紧。毋通想讲我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这是咱心中的原则。咱做袂到，尽量去做，用力去。那么后面，咱转来对咱的师尊师父老大人，对咱的祖师爷，交代。咱就是讲，当你安怎讲话，当然像咱的力量都有限，所以呢，即使这个心愿灌注，就已经需要一份真诚，一份极真诚笃实的人格为基础，所以咱一定要真诚、真笃实的这人格来做咱的基础，而非眼见当时的人格所领头前，咱嘛毋是眼见。权力的，通做到才安尼，是从这个所在，咱就能看出，一些德性修养与道德而定的赞助，咱就能看到个人的信仰达到什么赞助，咱心若要达到安那讲袂出来，咱心嘛无迄个反讲，的确只能说出多种的赞美的话所以这也是要解模嘛，解模会出来，你都唔敢到遐来讲会出来。但其实也无需解模，因为在孔文中也只有各言其情，各遵所闻，之间只有互相的尊重影响，是卖咱家做互相谈论咱的自由，这应该。但是咱唔紧，爱认真来讲。认真来做，咱得做，师尊师父来咱得来看，上天得来看，你有真正伫迄个做，所以只互相来尊重、来欣赏，不建立，也不建相互的教养，咱唔通互相欺骗。咱生活当中，大家拢有个心，咱唔通。互相欺骗，讲你要安怎样，我才会做出来。因为伊的力量袂到遐，你出来力量到个人在。像这种的表现，可以说就是所谓的力，像这种表现，咱就讲是力。注完意义我未见人见。我未见人见几个，一类自相这样。这是孔子学问之道的重点，这是孔子学问之道的重点。这句话用白话来讲，
是讲算了，我将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随时检讨自己的过错，而且在检讨过错的人以后，还会当在内心自我心化。自我就是自我内在打天地甲真欲，这个模式，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冲动的感情，这是学问的最基本，也是儒家文化清楚的中心，也是咱每一个人随时会遇到的代志，而无法度避免的代志。人生每个都有理智，都有清醒，咱大家拢有理智，嘛拢足清醒啊。有的事不管，但着摸一起，就压不住，压袂落。有的一寡代志咱无啥想爱做，毋过欲人来咧，欲望人来咧，控制不了，理智始终克服不了情感。真正无学到的人，无真正了解的人，理智始终克不了这情感。所以呢，孔门儒家的学问的重点，所以孔门的儒家的学问重点在于内伤，在于内伤，加自信。咱儒道学道的这个重点就是要内伤加自信。用咱良心控告咱的核心，伊若袂安尼做，互我真正袂做人。所以孔夫子讲，我有意见啊，自己在腹肚内面审查一番。孔子伫遮，就讲到伊将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随时自己反省，即逼自己的，这是特别提出来。提出孔子讲做学问的重点所在，即种款规义，咱的人生过程中足番重要。在孔圣人来讲，意义莫名见仁见智个是对自相解啊。在想，我毋记得对，咱一个想想，我毋对，伊是毋对，毋是我毋对。一定有道学道人，讲较本质，不是讲要做社会榜样人，要做咱家庭领导者，咱一定爱内自伤的这个心理。所以你要讲真主呢，伊的实用性呢，咱可以从这个写的文里比出来，伊用三物件来照伊家己心理的性。我这三千模式，虽然我是不中有朋友交就不行，不行。伊逐日三千从这三项来反省伊家己，为人无就不中有朋友交就不行，这可能从伊过去的唔对人生的唔对路，我个人多两段暂停。所以，清楚。事不可不防的，人中其道啊！人以为己，人不有用，事以何以不有外？事人，什么人？得道人，修道人做事。事不可不防的，咱今仔得道了后，咱袂使无防强咱的义。咱若无防强咱的义，你讲叫普通人修啥物啊？事不可不防的，人中其道啊！因为当这个地咧，当啥话？人以为己，这个人咱的，也是即话咱的责任。有当无当甲点是当甲死。为中死而何以不有关？当甲死，甲死甲天分有分无？人有当无？当甲死有分无？所以咧，点是对拢爱保持足清醒。唔通食到去斗着迄个老人出大众以后，你来糊涂。
所以爱时常参加各个活动，时常听宣传，时常看经典，咱这个头脑才会转转。啊，不要登记啊，这个长期的，伊拢食迄天哦，天魔做成遮好啊，天魔退哪会啊？哦，所以咱唔通叫老人痴呆症，食了哦，就请人变请人杀。一种总之空注烟的细菌要低个敏感，首先就是空注真正阿不，就是人不怕有过错，只怕不能改。咱唔免惊讲，咱过失要紧，但是惊咱过失袂要紧，但必须要有悔改之心，但必须要有悔改的心。然后才有悔改之行，你有悔改之心，你才有悔改之行啊！悔悟之心，愈深切，然后悔改之行，才愈忠诚。你家己伫你内心，想愈济，愈去甲了解咱唔对的情形是安怎来，你的改过的心才愈会忠诚。阮将孔子用类自相。类自相三字是有真深的意义。相字本来是素上有公平这样的意思。现在继续来相责咱家己的过错。现在咱用这个相来责咱家己的过错。凡相素相之人，必求性相，必求性相，才轻白。你小个人，逐个嘛拢要过尔。即马伫咱内心深处，上责咱家己的过失的人，也是如此啊。咱家己有哪会过，伫这代志家己过错，咱家己指责，用咱良心来指责咱的迄心，指责咱的过错，但是应该，也是如此，必由完全根除过失，然后才停止相责。就是讲必须要根本来治疗咱家己的不对，安尼才对。可见孔子教人彻底改革，用之何等坚强。孔圣人呢，教咱人彻底改革，用之何等的坚强。咱应该了解。完了后，咱看迄个像圣人是安怎讲？因为伊讲伊圣人，伊都毋捌。伊毋是讲伊圣人啊，是讲伊都毋捌看着讲家己的自相的人，莫以见人见己过，以类自相假也。咱今仔日求道，甲普通人无相像，咱家己必须爱有那类自相，即款的行动，咱才有法度通转去，也无咱可能永远伫地上轮回。好来，第8章，注完。十色之业，必有忠臣如母者也，不如母之后汉也。嘛一定爱深深去甲体会，本来圣人去改去讲，伊甚至家内面迄个物件、迄个人拢受伤啊，孔圣人甲咱肯定。必定有诶，咱的自性的本体，交圣人拢相像，必有忠臣如母者也。咱经营咱伫咱创立咱的内心的物件，一定交孔圣人拢相像，咱有忠信，忠不偏，信呢，信不背啊，所以呢，咱会交圣人拢相像。不如母之后啊，咱来欠罪，无爱理智，咱所以咱圣人甲咱讲，咱家己要反省呢，实事求是，讲是毋是你来个，伊毋是咧讲十间厝呢，是咧讲是毋是伫迄个坑内面迄个人啊，
必有忠信，必定有忠信，亲像我恐怖的。啊，人伫看，按照我咧看是安尼啊，所以即种诶忠义，孔子认为忠信美德有德，而学问之道无穷，所以免人恶学。哦，忠信诶，即个美德，即个物件上天互人诶，大家拢相相信，很容易得到啊，大家拢相信。毋过要来遮世间，要来遮真正来学来了解，即个重点。所以咱一定要照圣人来勉励咱的圣人来做啊。孔子认为一个人秉性忠厚、诚信各关有天生与本质，忠信、诚信、忠厚、诚信这款呢，拢是上天是咱女人的本质，拢是。大家拢相像呢？这种人不然有着，这种人袂困难去有着，无困难去。大家讲不然去有，大家嘛拢是安尼啊。伊家己就是这种人，伊家己就比例讲是这种人。所以孔子一生总是谦逊，孔子一世人总是谦卑。对家己，对有家己的天资。伊家己无啥物代志超过别人的。伊对于家己呢，无超过别人的所在啊。当时有人来学了，但是伊呢，每每就谦让，唔敢做，只有好学一事。孔子上于处自己啊，孔子啥？用讲好学，伊有影做好学，伊曾经讲啊。就先恶人，即无去讲，一为之不扬，为之不乖。若讲善甲善呢，我唔敢。不过我呢学袂啊，但是呢，咱毋捌咱我嘛敢讲讲你。可谓文理即可谓文理义。我会当安讲。莫为先以利己加共，或并利己之前。伊讲我毋是说落就知影。伊讲我毋是说落就知影。我是爱研究过去，过去圣人所留落遐物件，我爱去来研究。敏就是认真，敏字敏就是认真所以伊拢足认真去研究足认真去研究伊无迄就无去研究，所以伊敏字敏伊认真起来，认真去记，因为一个人的本质虽好。如果没有学问来培养，这个人本质虽好，可是无学问来来培养，一块叶啊足水，可是无去来车，无去来车动化，这个叶啊成本迄个，所以不变背无属意，所以一切依然学问可以解决。一切偏见，学问可以破解，一切偏见，学问可以破解。所以学问是可贵的。孔子勉人好学的用意，在教人有良好的本质。孔子呢，简单讲话，好学的这个用意，在教人讲啊，咱本来就良好的本质啊，本来是天生的。还要加上是进修的功，爱搁加上进修功。伊培养自己完美的德行，咱的德行才会完美。造就天地的，所以是安尼。我头一块写真来，自家念解注释。
所以迄个好，用好呢，养时头2条目屎呢，跑甲医生拢真熟呢，跑甲这3天拢淡起来，家己看起真正新鲜打出。但是伊中年，随老未先生出征在外，带伊囝，然后来教育，所以咱户口写一条概注书，简单无几字，啊，我就家己填字，互咱参来做参考啊。君主之言，精益求精，强义用定。为当兵不为面子，为廉情不为地位，有学虽精良，才思学良。为学不为功才，为精不为先学。啊，欠慢则不灵眼睛，欠色则不灵理性。言无实，虽行过路，非谈将福为结。一块一块啊，我请咱大家转去就该背了。这块有够好，讲互咱的囝听，讲咱的兄弟姊妹听，讲咱的父亲听，够赞，够赞。好，伊呢，干啥？哦，伊当年出征外口，当年出征外口，有法度人亲手教育伊个囝，所以他写出来。哦，伊教育伊个囝以前来做学问，所以呢，较早真正咧修行个人，都也袂大概普通。修行个人，咱拢去恁深山哪来？前无人来有干涉，伊才真正敢了解。哦，以前来修行来做学问，伊欠来修行，咱来欠，精神来欠，财力来欠，毋通讲欠钱就好，身体爱欠，身体爱欠，毋通浪费去。无即个心，我就能成功。无即个心，我就有教育咱的道亲；无即个心，无点毛点形，让咱的起步。好，所以这讲了，咱是爱对咱成年者对不起的所在。食菜，人讲讲，哎，食菜食到身体做啥？食菜食到身体做啥？其实，像你不做，你不做那个。我讲鱼仔肉来交叉，一边甲下做伙一边甲下一边。这鱼仔肉先生汤，啊这菜无生汤，鱼仔肉才生汤，表示这鱼仔肉无比所在好。所以咱拢毋通讲，我食菜敢有营养？哦，我较早，阮老母、阮妈妈就对来阮妈妈，哦，啊。咧食素食，阮妈妈拢袂晓煮，拢袂晓煮啦。啊，凊彩煮凊彩食。哦，我嘛是食安尼过。啊，真呢嘛是安尼过，但是姊妹，咱拢唔爱讲，食菜身体歹，身体就好。哦，所以咱爱身体保养，咱要来大人啊，才好大，比做好。所以呢，伊讲。家己身体、精神啊，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真干净利落啊。就是这个欠钱，为当兵，为廉耻，就是永定方面。哦，对这个世间社会看较开咧，咱来看较淡咧，咱大家同用，大家同用点。啊，这边员工是比较好，所以永定方面，为廉耻，为地位。哦，较精的就看较远，无精看无远。哦，所以这是修身底下的有法思精也，才思学的，是求学的道理。心境爱宁静，这我就能求学。哦，啊，那求学呢？这求学呢，就要靠学问。
分来培养出来。再爱靠学问来培养出来。咱有啊虽是真无去影响着，但是来遮受蒙蔽了后，咱有法度读真正看见，所以爱靠学问培养咱。有天才就没有学问的修养，咱在孔子的思想内面，有人讲，学而不思，思而不学，学爱上，上爱学，两项爱来配合。你得道爱修道，得道无修道，后日敢会成？修道爱行道，你无道德，无道众生，就成根本分无出来。后日无讲无着心难安。所以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甲在所学者的道理是一贯一样。所以咱一定要了解。为学不会讲才，无学咱嘛有限。咱的才华要当开化，一定要学。虽然是天才，如无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虽然讲吼，这个囡仔足聪明，但是阮在学问来配置，咱无法度达到境地。所以有天才，搁爱有功夫的学问。学问哪里来？由学来。为情为先学，无情由学去了解。连贯的赞传，连续性的对中固记住就对了。看慢即不灵，眼睛。然后行对慢去啊，咱就骄傲，那么骄傲，讲着骄这字呢，写伫遮，真有意思，骄真有意思。咱中国人的修养一概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是这两字呢，分开过就是分开去讲，无内容，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是看不起人是魔，后来连贯起来骄傲。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骄傲就失败了。孔子曾经来讲：“唯有求公之才之美，事骄且立，亦无不足观也矣。”所以，凡了骄傲的一切都简单。看慢即不灵眼睛，行就是主观，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求学问就不灵眼睛，险色就不灵理想。为什么用险色？人做事情，拢足欢喜占别人的便宜甲捷径，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是营养条件。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少年人不思急性，就不灵理想，尤其是年龄甲时间31岁，就是30岁的讲法，人生的思想又加伫咱的资源在变，随成过乐。我再来反悔，已经上万人，少壮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孔明先生写这个概述书，我啷个背？最后有够深刻的，君主之行，情义心心，参与有情，非但就不明情，明情不意外，有法事情的才是看，看慢就不能眼睛两手，比谈这不但当道中讲，甚至当伫咱家中讲，伫咱社会讲，伫咱家己姊妹身上讲，咱也是讲咱个人的事啦。这总是虽然咱的家庭、咱的囝、咱的孙，今仔日的时间，
啊，这边来是可以听懂，这是感谢讲述慈悲前道中坤道中。第八教育教育，回传光明前道中，光，感谢不是慈悲光，感谢无言慈悲光，感谢讲述慈悲光，坤道光，光，光，感谢无言慈悲光，感谢讲述慈悲光，一起持教，教育教育，回传光明前道中。光，持价前人之光，送价不前人之光，送价前人之光，坤道之光，光，之光，持价前人之光，送价不前人之光，送价前人之光。好，大家好。